香做大水，这在地居民就质疑讲，这旧年就发生过淹水啊。不过这报花煞一直拢无修复好势，即便才会造成严重的灾情。经济部表示，因会先加强固定，会拼伫咧明年4月进前完成报花的征收。徛伫不祖街甲成功街口，雪全是水，看无路。马太阳溪房山湖一楼，水岸直无远，报花的破空下落来，车路拢就变作马太阳溪的水路。当地民众真生气，旧年就叫政府赶紧处理报花的破空，一直无完成。 再遮尔严重，溪床比阮公湖街啊悬30米，这水要流的大。啊，地方第9河川市甲县政府敢有伫处理？即马死人啊，才来这遮看。市区的大水虽然已经退，溪岸边同款是土水汞流，积真侪土沙烂土，溪底的变悬。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徛伫溪水崩坏的所在，呼吁相关单位要有作为。溃堤啊，第一个点溢流进来的就是在这一个地方。 所以这一次这个堤防如果没有修建完整的话，后续一定会让我们光复乡更加严重。不过嘛有食到76岁是大公，其实这古早就是水路，会使讲是登到原点。60多年、70年的时候，水是往这个方向，就是这个水。现在它回来，又回到原点。回到原点。到底是第时才要征收报花？ 经济部表示讲，第一期会先加强加用，有计明年4、5月进行会修复。2周内完成第一道防线的一个作为，那3个月内完成堤防加强加固，115年汛期前完成复建。现场已经有怪手吊卡车这个重机具在动工，经济部水利署各分署陆续出动支援。目前已经调派124台重机具、25粒抽水机投入中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